其實澳洲嘅稅局嗰度咧個網站咧個 information 都非常之容易 search 嘅，即係相對加拿大、美國英國嚟計呢一個咧係針對life insurance 嘅 policy 嘅。因為有好多移民嘅人咧，喺香港或者已經買咗一啲保單，咁然後跟住或者移民前亦都或者會做一啲保單上嘅安排。咁如果係保單嘅話，喺澳洲點樣報稅咧？你喺任何嘅 life policy 拎出嚟嘅錢咧，佢哋叫一個名叫做 bonus 嘅。如果你份保單係10年內嘅生效咗10年內，咁如果你喺份保單度提錢出嚟咧，你係需要報應扣。嗱，佢係稅局係唔會理你份保單policy value 係賺緊錢啦定係蝕緊錢嘅。總之你喺份保單度提錢出嚟10年內，你就需要報應扣。嗱，咁有咩情況之下咧係唔需要去報應扣咧？嗱，第一就係份保單咧已經係生效咗10年或以上，咁係唔需要 declare as an income 嘅。而家好多去澳洲移民嘅人或者諗住去移民嘅人咧咁佢哋最 concern 都係首先嗰個 income tax 同埋一啲 capital gain tax 先咁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客戶或者好多朋友去移民澳洲嘅時候，佢哋會將佢哋嘅資產咧就會投資咗入去保單度。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嚟，因為一個投資超過10年其實都係好普通啦。呢一個10年即係又唔算一個好長期，亦唔算一個短期咧，一個中期嘅安排。咁有啲客戶會將佢一啲而家暫時呢5至10年內唔需要嘅錢，或者佢就會擺喺保單裏面做投資，而嚟避免咗澳洲嗰個 income tax 同埋 capital gain tax。咁到時佢過咗去澳洲嘅時候，佢後尾發現咗頭先我講嗰個稅務條例就係原來咧買一份 life insurance 咧持有10年嘅之後咧係唔需要交呢一個 income tax 或者 capital gain tax。咁如果佢哋想做呢個安排，但係佢哋又飛唔到翻嚟香港，或者唔想飛翻嚟香港去處理去申請一個保單咧，咁可以點樣做法？嗱，即係而家嗰個人咧，佢已經去咗澳洲噶啦。佢咧只有澳洲嘅地址證明，錢咧亦都喺澳洲，啲錢已經唔喺香港啦。但佢又唔想飛翻嚟香港，咁佢喺澳洲想買一個香港嘅保險，係點安排？咁其實係可以安排到嘅。咁首先佢喺你去申請一份保單，你第一樣嘢有個申請人先啦。係啦，即係個投保人。咁所以咧，首先咧，我哋係要幫個客戶喺香港set up 一個 family trust。咁就要揾一個 trustee 啦。咁呢個 trustee 咧，亦都會係保險公司指定咗，或者已經係同保險公司合作開嘅一個 trustee 嘅 company，就幫個客人開一個 family trust。咁由個 family trust 咧喺香港作為一個投保人去申請份保單。咁而一個 trust 裏面咧就有一個 set law 啦，信託成立人就係 set law。咁基本上嗰個 set law 咧就會係個保單嘅受保人，因為一份保單需要有一個人係受保噶嘛，即係保佢條命啦。但受保人死咧，份保單就係會叫做終止啦，咁咪 death claim 啦。death claim 啲錢應該去到個受益人。咁如果用信託去做申請嘅時候咧，就係申請人就係個信託，受保人就係個 set law，受益人咧亦都會係個 family trust 嘅。trust 嗰個 deed 裏面咧係會有嗰個 beneficiary 噶嘛，即係每一個家族信託下面都會寫咗個信託裏面啲錢咧係邊個得益噶嘛。咁所以咧嗰個beneficiary 咧就喺嗰個 family trust 嗰度寫落咗噶啦。總之個保單如果萬一有咩要 claim 錢嘅時候咧，首先係會去咗個 family trust 嗰度先。咁如果我哋利用呢一個family trust 嘅方法嘅話咧，其實嗰個客戶咧佢係唔需要翻嚟香港都可以申請到。其實呢一個咧嗰個香港保險公司同埋嗰個 trust family trust 嗰個啲 regulation 裏面係有限制嘅，唔係所有國家都可以用到呢一個 structure 去申請保險嘅。例如頭先我舉例，加拿大人可以，咁澳洲都可以。喂，韓國嘅稅咧係好高嘅，因為佢哋每年咧佢哋政府嗰個係嗰個即係嗰個國防係國防，因為我哋成日驚要同北韓打仗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嗰個國防係使好多錢，咁而佢哋個稅率最高去到接近45%，咁佢哋個 income 即係嗰個 income tax 咧亦都係好高，咁嗰個佢哋有一個好高嘅遺產稅，咁我諗如果大家你哋有留意新聞，即係幾多年前10年前，即係三星集團上一代死咗，然後跟住而家個 CEO 接手嘅時候啦，即係佢哋嗰個家族接手嘅時候，佢哋係出現咗唔夠錢交遺產稅，接手嘅時候，因為佢哋交嗰個遺產稅係即係一個好高嘅比例嚟。最後尾佢哋係要變賣好多資產先至搞得掂個遺產稅，先至可以順利攞到夠錢嘅。同埋韓國如果你即係捉到唔交稅咧，嗰個懲罰係好嚴重。會唔會其實都多去移民澳洲嘅華人，其實都會有用到呢一個方法去即係避免一啲可能資產增值稅啊，或者係好似啱啱所提到一啲遺產稅，佢哋多唔多用呢個方式去做咧？用家族呢一樣嘢？
而家我見到嘅真實案例嚟講咧，唔算多嘅，因為我識得用呢一種 structure 去買保險嘅投資顧問啦，或者保險顧問啦，或者香港人啦，佢哋認識 trust 去持有保單嘅呢一個 structure 咧，佢哋其實真係唔係太理解嘅，唔算多人識嘅呢一種方法。最大原因點解近呢5年多咗，都係因為嗰3年嘅 COVID。因為嗰3年嘅 COVID 咧，好多人係翻唔到嚟香港。或者有好多人即係我哋出入唔到啊，出入境唔到，咁所以有好多人就開始去諗啊，點樣我唔嚟到香港，但係我亦都可以喺香港做到投資咧，或者買到保險咧，咁開始 trust 呢一個概念就多咗人認識少少。但係如果有一啲客戶，即係我接觸咗有啲移民加拿大或者移民澳洲嘅客戶，佢哋係中意主動式投資，即係咩意思咧？或者佢自己本身都好多投資經驗嘅，佢想自己揀股票，我想自己揀基金，或者我自己想買匯豐債券啊。咁我就會幫佢安排另外一間公司，係一間離岸嘅保險公司嚟嘅，而佢哋有一隻產品叫做 Executive Investment Plan。你睇呢個名你完全你估唔到佢係一份保單嚟嘅，但係其實佢係一份保單。但係咧，佢係冇任何保障成分嘅，佢係純粹你擺啲錢入去做投資嘅啫，係一個主動式投資。minimum 20萬英鎊起啦，咁呢啲即係好低嘅啫。嗱，我試過做過一個澳洲移民嘅個案，就移民去澳洲之前咧，我就幫佢開咗呢個，即係我簡稱叫做 EIP 啦，Executive Investment Plan， 佢叫做一個 Open Platform。Open Platform 嘅意思即係話，佢唔係話有一個特定嘅基金選擇一個 list 俾你去揀，你有200隻基金俾咩入喺200隻裏面自己去揀啦，係冇呢一個特定嘅 list 嘅。咁其實呢個 platform 咧，你係可以買股票，你可以買基金，你可以買債券，總之係你可以喺任何 exchange 嘅即係交易所裏面買到嘅嘢咧，其實你用呢一個平台 EIP 平台都可以買到。即係我買港股又得，我買美股又得，我買英國股票又得，我買澳洲股票都得嘅，冇所謂嘅。即係你唔中意基金，你可以買晒股票嘅，或者你喺入邊炒 currency 都得嘅，即係冇所謂嘅。呢個係一個主動式嘅投資嘅一個平台。同埋另外一樣嘢咧，頭先我話我有一個客人嘅個案就係佢擺咗2000萬港紙嘅錢入去咧，其實嗰個客人佢唔係真係俾咗2000萬嘅 cash 入去呢個樓度。例如其實佢係移民前咧，佢喺香港已經揸住咗差唔多接近1000萬香港股票。佢 hold 住咗好多香港股票，咁然後跟住佢又 hold 咗一啲嘅基金啦，喺美國又買啲基金，喺第二啲地方又買啲基金，然後跟住又揸咗一啲債券，喺度收緊息。其實佢嗰2000萬咧，佢唔係用 cash 嘅模式擺入去呢一個 EIP 入邊，佢係將佢嗰啲股票轉移咗入去呢一個 EIP 戶口入邊。佢係冇呢個現金出嚟去開呢個 EIP， 佢只係將佢現有嘅 asset transfer 入去，佢係冇呢個現金出嚟。咁點解？然後跟住個問題，我點解要咁做？就係為咗唔使交 income tax 咯，10年之後。明唔明我意思啊？明。嗱，如果佢唔將啲錢轉移入去呢個 EIP， 佢繼續 hold 住佢移民啫，佢都可以繼續持有香港股票噶嘛。佢唔係一定要被逼去沽晒啲股票走噶嘛，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持有股票、持有美國啲基金或者買咗啲債券，咁你咪年年都有個 income 噶啦。咁你有個 income 就要交 income tax 咯。OK。咁但係佢轉移咗入去呢個 plan 裏面咧，佢就變成咗一份保單嘅資產喎。但係佢繼續持有住嗰啲股票㗎，佢其實個股票繼續係都係嗰堆嘢嚟嘅啫。但係佢就變咗唔使交 income tax。最多人用呢一隻產品咧，就係佢哋嗰啲客戶係 private bank 嗰啲客戶，私人銀行啲客戶，或者本身佢係好熟離岸投資產品嘅客嗰啲顧問，呢一隻產品同報 register 咗喺澳洲稅局嘅。明白。呢份 document 係澳洲稅局出嘅。你見唔見到澳洲稅局有個 logo 喺度 ？register 咗佢呢一隻產品係澳洲稅局。as 一個 life insurance，as 一個 life policy 唔係 insurance 啊，即係因為其實真係冇賠償嘅，即係純投資嚟嘅。但係佢就變成咗一份 life policy。咁而喺澳洲稅局亦都寫得好清楚一條條文，就係好似頭先我哋講持有10年嗰種避免咗 income tax 同埋 capital gain tax 嗰個情況嘅。嗱，我抽咗，因為佢嗰個條文好長嘅，幾廿版紙嘅，我抽咗最重要嗰樣嘢出嚟 share 啦嚇。好，就係你會見到咧呢一度頭8年 first 8 years。如果我喺一個 EIP 嗰度攞啲錢出嚟用，就算你蝕緊錢，你個頭先係蝕緊都好啦，全部都會計做一個 income， 都係要打 income tax 嘅頭8年。嗱，去到過咗第8年，喺第9年之間，即係第8至第9年之間，你呢個 EIP 度拎啲錢出嚟，2/3計作為 income。如果我過咗第9年，第9至第10年之間，咁就計1/3。過咗10年係 NIL，即係1毫子 income tax 都唔需要俾。同埋 capital gain tax 都唔需要嘅，咁所以點解移民澳洲前咧
或者有啲人諗住移民啦，即係未必成即係臨走前嗰1個月去做嘅。有啲人即係一計劃咗去澳洲，佢哋決定咗，其實佢哋已經會開呢個 EIP 㗎啦，佢開始將啲資產塞入去呢個 EIP 㗎。因為早啲過10年啊嘛，你早啲開，你咪早啲過10年咯。明白。咁然後跟住嗰嚿錢，咁當然就係佢10年內呢一嚿錢，佢真係冇乜打算用到嘅，亦都未需要用到呢一嚿錢，但佢又想繼續 keep 住投資嘅，咁佢就已經開住呢個 EIP，佢就將啲 asset 開始轉移入去，然後跟住就開始嗰10年嘅起計，咁然後跟住佢哋移民咗去澳洲嘅時候，將來亦都唔需要交 income tax、capital gain tax。